歡迎大家收睇保險個案知多啲。我係 Raymond，我係 Maggie。我哋首先睇下今集嘅個案。投訴人佢22歲嘅時候投保咗一份住院保單，喺16個月之後，佢因為腹痛、糖尿病、高血壓同埋肥胖入咗醫院。咁喺審理索償期間呢，保險公司就得知投訴人喺8歲嘅時候，因為父母同老師表示佢有注意力同學習嘅問題，而轉介咗去精神科作評估。臨時診斷係閱讀障礙。咁而投訴人喺13歲嘅時候首次確診咗肥胖症 ，BMI 係34.8。咁而喺21歲投訴人入職體檢之前呢，咁佢嘅體重同埋身高咧分別係117公斤同埋173 cm。而投訴人佢並冇喺投保申請書上面披露有關資料。當時投保申請書佢分別寫嘅體重同埋身高分別係86公斤同埋180 cm， 同喺14個月前職前檢查嘅記錄明顯上係有差異嘅。當喺投保申請書上面問及12個月內體重有冇增加或者減少5公斤嘅時候，投訴人係答否嘅。由於沒有披露嘅資料係屬於重要事實，足以影響保險公司嘅承保決定，保險公司因此拒絕咗投訴人嘅住院索償申請。投訴人唔同意，於是向保險投訴局作出投訴。俾3秒大家估下佢今次投訴成唔成功？今次嘅投訴結果係成功嘅。咁點解今次嘅投訴會係成功嘅呢？投訴委員會就知道投訴人嘅媽媽喺佢3歲嘅時候幫佢投保咗一份住院同埋手術保障嘅保險，而保險代理喺投訴人22歲嘅時候呢，亦都推介咗佢一份保障更加全面廣泛嘅新產品，以取代佢嘅舊保單。投訴人亦都接受建議，亦都簽署咗新嘅投保申請書，而保險代理就幫佢填寫咗投保申請書上面嘅其他資料。除肥胖問題外，投訴委員會認為投訴人嘅閱讀障礙同接受專注力嘅治療係好耐之前已經發生，故未能令到投訴委員會信服有關資料為重要事實，會影響保險公司嘅承保決定。鑑於投訴人至少有肥胖嘅問題，而且冇明顯嘅改善，投訴委員會認為投訴人喺投保申請書上面申報嘅身高同體重準確性存疑，因為要喺14個月內長高7 cm、減重31公斤嘅可能性唔大。經充分考慮投訴人嘅身高、體重同體型後，投訴委員會認為保險代理喺親眼見過投訴人後，應該意識到佢嚴重超重，佢嘅保險申請亦都可能唔會被接受。投訴委員會裁決，如果投訴人嘅舊保單仍然生效嘅話，今次嘅住院費用應該係可以獲得賠償，亦認為今次嘅個案特殊，值得保險公司考慮基於商譽嘅理由，根據舊保單嘅條款向投訴人作出通融嘅賠償。最後保險公司都同意改變原來嘅決定，根據受保人嘅新保單作出相關嘅住院賠償。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關沒有披露事實定義嘅資訊，同埋對今集嘅個案有疑問，歡迎留言同 inbox 我哋。今集保險個案知多啲就嚟到呢度啦，下集見，拜拜。